共的清零运动激起了极大民愤。近日，在中国各地兴起了抗议浪潮，其中在北京的抗议中，民众指出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才是境外势力。27日晚上，高举白纸，中国各地民众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抗议中共风控的浪潮。网络流传在北京亮马桥，反驳了中共散布的境外反华势力的说法。抗议蔓延至中国多个省市。导火索是11月24日乌鲁木齐天山区吉祥园一栋高层住宅楼发生的大火，消防车疑似被中共防控围栏挡住，无法进入现场。大火持续烧了3个多小时，造成了44人的死亡。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多个城市的民众发起了抗议。26日，上海人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悼念死者，高喊要自由、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口号。27日，清华大学学生聚集抗议，喊出了民主法治、表达自由等口号。同日，上海民众再次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抗议，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并要求释放26日被抓的民众。现场民众喊出了打倒中共暴政的口号。中国各地民众抗议中共极端清零政策浪潮持续高涨，白纸革命迅速扩大到了海外。集会抗议、悼念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的同时，声援中国民众的反抗运动。中国各地民众近日抗议清零、抗议中共风控，高声呐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要自由、要民主等口号。这股浪潮辐射到了海外，多地有华人走上街头，声援中国民众反抗中共暴政。11月27日，在华盛顿广场、旧金山中领馆前、中国驻英国伦敦大使馆前、多伦多和爱尔兰都柏林都有华裔民众走上街头，手举标语和白纸，并高喊北京四通桥彭丽发打出的口号：不要风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革命，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隶，做公民，表达了对中共的不满。海外各大院校的校园内张贴了标语，声援中国人民反抗清零、反抗中共独裁暴政。过往车辆和集会人士彼此呼应，鸣笛声、口号声响成了一片。正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意外地帮助点燃了中国球迷对中共当局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不满情绪。因为在严厉风控措施下无法正常生活、无法与亲朋好友欢聚观赛的中国球迷，却看到了卡塔尔每个赛场观众席上数万球迷无人戴口罩、无拘无束的狂欢，不得不怀疑中国给民众生活造成的难言痛苦，并给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的极端防疫措施是否有其必要性。彭博社等媒体的记者专门比较了央视转播的世界杯比赛画面与世界其他电视台转播的画面，结果发现，一旦画面上出现了观众席上观众兴高采烈的场景，央视的转播画面就会切换到场边球队教练或候补队员身上。虽然不能完全切除观众的画面，但是观众席的特写已经不再出现了。由于世界杯足球赛是完全直播，央视也就采取了其一贯的审慎做法，就是将现场直播的画面滞后30秒钟播出，这样在比赛现场或观众席上出现任何中国官方不愿让中国球迷看到的画面时，立即将其过滤删除。中国当局特别担心赛场和观众席上会出现对中国政府不利的标语和横幅。由印度17个支持西藏团体共同组成的西藏运动核心小组28日在印度德里召开了为期2天的第7届全印度支持西藏组织大会。来自印度各地的约200名代表参加。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开幕式演讲时表示，只有西藏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呼吁国际社会挺身支持西藏人民，强调从历史角度来看，西藏本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现今多数国家基于经济利益而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等于是替西藏人民决定了西藏的归属。此外，印度议员苏吉库玛在会上呼吁，世界各国都应正视西藏问题，印度政府准许流亡的藏人落脚，并允许藏人行政中央设立，但这仍然不够。新德里应进一步承认藏人行政中央的地位。